大家好啊！好耐冇再整個 YouTube 片，但係都想 update 翻啲資料咧，就將以前嗰個流感針嘅片咧就 delete 咗，再重新擺個 update 嘅 information。咁係關於流感針啦嚇，咁就因為以前嘅流感針啲數據咧，主要係喺老人院度做。推出社區嗰個研究數據咧，就而家累積咗好多啦，都接近30年，就唔止香港，係全世界都有嘅。主要咧就因為有時打流感針，大家可能都會擔心有個病叫做 GBS，即係中文名叫吉巴氏綜合徵。咁呢個病咧有個即係令人擔心嘅地方就係因為個人咧就類似中風咁，當然唔係中風啦。個情況咧又冇乜特別藥物可以醫好嘅。有人會自己好返，亦都有人可以好多年都仲未好。擔心呢樣嘢咧就令到有好多人咧就可能會有啲猶豫啦。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以前冇數據，就係年年咁打呢個疫苗對身體有咩反應。已經全世界嘅數據都發現咧，年年咁打流感針咧，大量嘅數據都發現咧係冇乜太大風險，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先講翻就係如果冇打針，自然過程中咗流感出現呢個 GBS 嘅機會咧，就係每100萬人入邊咧，大約17.2。如果打流感針之後出現呢個 GBS 嘅機會咧，大約咧係每100萬人入邊咧就1.5嘅機會。以前咧就有啲人會擔心，包括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咧，就係我打完流感針，今年爆流感嘅時候唔係呢一隻，咁我咪又增加咗風險咯。原來啲數據發現咧，你打完流感針，今年爆嘅流感就算唔係嗰隻，你嘅免疫系統都有保護反應。就中咗流感之後再出現呢個 GBS 嘅機會咧，其實係每100萬入邊咧，每100萬人入邊大約係2.1，即係所以如果你係打流感針而咁巧今年爆嘅流感唔係疫苗入邊嘅成分，咁總數出現呢個即係總風險出現 GBS 嘅總風險咧，就大約係2.1加1.5，即係3.6。即係每100萬人入邊咧，大約3.6嘅機會。對比翻冇打針嘅人，自然過程中流感而出現呢個 GBS 嘅機會咧，就係每100萬人入邊咧就17.2。咁所以你話應唔應該打？係真係值得打，應該打呢個疫苗咧，就係安全啲嘅。咁至於年年打疫苗，咁長年累對免疫系統冇咩風險啊？以前冇數據，但係而家呢個流感針咧喺全世界唔止香港都用咗接近呢個30年嘅數據㗎啦，咁係冇任何特別風險。點解咧？因為我哋打完針咧個免疫系統咧個反應係大約2至4個禮拜，6個禮拜後已經係冇乜反應㗎啦。咁所以咧，如果嗰6個禮拜咧都冇出現任何嘢咧，咁唔會有特別增加呢個 GBS 嘅機會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呢個已經係都好肯定嘅數據㗎啦。唯一邊啲人唔值得打咧，就係打疫苗嗰時咁唔好彩，真係出現呢個 GBS 嗰啲人咧，咁就真係唔適合再年年打流感針。如果佢唔係因為打疫苗出現 GBS 嘅，可能係腸胃炎傷風感冒流感其他唔知咩原因導致出現呢個 GBS， 咁呢啲人咧而家專家嘅意見咧都係每年打流感針可以減低佢再出現 GBS 嘅風險。所以邊啲人唔值得打咧？就係因為打過疫苗出現 GBS 嗰啲人唔適合，其他原因導致 GBS 嗰啲人咧，專家都係建議咧，打係好過唔打針嘅嚇。咁呢個可以大家諗諗啦。咁就咩時間打針最好咧？如果香港嚟講咧，每年咧都係12月至到3月咧就流感高峰期。咁當然喺流感未爆之前咧，2-3禮拜，即係10月尾11月咧，盡快打咗針，冇病痛盡快打針。咁到流感爆嗰陣時咧，就保護頭嗰6個月最強，嗰6個月咧就保護性減低咗好多啦。所以就點解要年年打啦？咁就如果你話等到爆流感啦，到時先再去打針咧，其實你話保護有幾大作用咧？我就真係有啲保留啦。呢個大家要諗諗啦。咁第二啦，傷風感冒流感呢啲咧都係病毒入侵我哋身體。咁病毒入侵我哋身體，令到我哋病啦。最後點解好返咧？咁當然係靠免疫系統產生啲抗體同埋 T 細胞，將啲病毒全部處理晒，嗰
個病先會好得翻嘅。咁啊，全世界現有嘅藥物可以用喺人嘅身體上嘅藥物，包括啲抗病毒藥咧，都唔會消滅病毒嘅。咁所以年年流感咧，有時有啲病人入咗醫院，咩藥都用晒咧，最後都搞唔掂，會帶流感針都搞唔掂，因為佢免疫系統虛弱，就變咗搞唔到，都係要拜拜。咁點樣增強免疫系統？咁當然係要夠瞓啦、飲食平衡啦、適量運動啦、適當時候打疫苗啦。咁呢個就我理解最有效嘅方法。平時唔夠瞓、飲食唔平衡又冇運動，就咁打疫苗，你話有幾大幫助咧？咁可能大家要諗諗啦。咁今日暫時講到呢度先，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拜拜。